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Gary， 歡迎嚟到 Gary Phototech。呢度係結合咗影相、拍片同埋相關 AI 技術嘅一個 AI 科技世界嘅頻道嚟嘅。每個禮拜咧，我哋都有相關最新嘅科技啦、教學啦同埋新聞同大家分享嘅。如果大家係中意我呢個頻道嘅內容啊，又好希望大家真係會全力支持我哋呢個頻道咧，希望大家加入成為我哋 YouTube 嘅會員，費用咧可以直接講絕對平過一杯咖啡，而你呢個費用咧就可以解鎖到我哋最新嘅獨家會員專屬嘅內容。好啦，咁啊會員專屬嘅內容有啲咩呢？每一個月最少咧會有一條特定嘅影片咧，只會放喺會員專屬嘅頻道裏邊，等大家咧深入理解 AI 嘅嗰啲叫繪圖啦，有關 AI 攝影嘅技術啦，甚至就係 LLM 嘅一啲叫特別嘅技術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亦都會有一部分嘅可能叫攝影嘅黑科技會同大家去介紹下。另外就係話我哋會最新第一時間將相關 AI 嘅技術同大家分享翻嘅。當然啦，仲有啦嚇，一啲叫幕後花絮啦，即係我做呢啲影片嘅時候一啲過程啦嚇，甚至可能係有少少 NG 啊，或者我一啲唔係幾想出街嘅內容啦。咁啊，另外最後咧就希望大家真係支持我呢個頻道，等我呢個頻道咧可以維持一啲叫優質嘅創作嘅。咁點樣成為我哋嘅會員咧？只需要喺每一條影片嘅下低嗰個加入嘅地方撳一下，你就可以成為我哋嘅會員噶啦。記住最低限度咧，我哋每一個月咧都會推出一條獨家嘅會員嘅影片嘅。好多謝大家支持我呢個 channel，多謝晒。